上期同大家講完中山5大坑盤，好多街坊朋友問我仲有邊啲要注意。咁今日蕭生又頂住壓力，冒住被行業封殺嘅風險，整理咗樓市黑料 2.0 暴擊版，繼續為大家揭密樓市真實黑幕。不出所料，上期視頻喐咗好多人嘅蛋糕，已經被舉報下架啦。咁呢條呢亦都唔例外，大家刷到嘅建議先點個讚收藏，轉發俾身邊打算響中山買樓嘅親朋好友，夠得一個係一個。今日要講嘅呢幾個盤啊，要麼發展商虛假宣傳交付貨不對版，要麼直接爆雷崩盤，業主維權有冤冇樓，全部都係買樓踩坑嘅血淚教訓，千祈唔好亂入手啊！如果邊個銷售同你推呢幾個盤，直接拉黑佢，唔係到時喊都冇眼淚。最後一個簡直係剛需中嘅重災區。第一個西區紅月1925，當年呢個盤主打輕車豪宅，開盤價去到18000到2萬蚊一個平方，宣傳海報沙盤吹到天花龍鳳，唯有度假水景園林高檔配套，唔少業主高價入手，點知後尾發展商資金緊張，直接出特價單位劈到13000清貨。早買嘅業主一間屋直接蝕咗幾十萬啊！發展商大幅度降價收割，即刻引發咗一大波嘅大規模維權。舊業主要求補差價、減免物業費，鬧到街知巷聞。估唔到降價風波過後呢，只係呢個小區好悲崩塌嘅開頭。業主等到收樓先發現，實質交付同沙盤規劃差天共地，成個園林全方位減配，當初宣傳嘅入戶水景直接消失。但係賣樓時嗰陣嘅沙盤效果圖明確有標住小區入戶水景，主打水景入園輕車體驗。實際交付後，原本整水景嘅地方變成花園，成個小區一滴水都冇。發展商淨係識得講沙盤只供參考，100幾萬間屋，核心園林賣點話冇就冇，落差巨大。另外園林效果都大面積縮水，用料廉價，綠化嚴重唔達標。宣傳話係茂密嘅棕櫚樹，藍調水景園林，實質得幾棵稀疏小樹，大量藍色硬化路面替代綠化。地面鋪啲平價嘅透水磚，顏色雜亂，公共設施啱交佬做生鏽，完全配唔上當年豪宅定位。仲有門閘反人類設計，小區閘門又矮又窄，淨係得夠一個人側身通過，連4部嬰兒車、BB 車都過唔到啊！有 BB 嘅業主家庭，唯有係兜路行，出行非常之唔方便。業主吐槽話，唔單止肉酸，講難聽啲似監倉啊！更加離譜嘅係賣樓時刻意隱瞞情況，有啲業主收樓先知自己買嘅單位居然係響小區外邊啊！然後1樓冇保安駐守，2樓走廊缺少防盜防護，外立面管線外露雜亂，居住安全隱患突出。同樣價錢卻唔同服務，後來業主同發展商傾整改，收到嘅淨係敷衍了事，冇半點實質方案。無良發展商坑業主，真係老母豬大空罩，一套又一套啊！咁依家樓盤均價9000幾蚊，當年高價入手嘅業主血區上百萬，宣傳話嘅輕車豪宅變成咗係一種奢求。第二個火炬金色年華，深中通道時代嘅網紅盤。巔峰價賣到2萬幾蚊，曾經紅極一時嘅銷冠豪宅啦，點知老賣得七七八八，豪華園林同樣係憑空消失。嗰個當初用嚟吸引大家落單嘅網紅園林，竟然係發展商臨時租地打造嘅營銷道具。啲樓賣得差唔多啦，直接整片拆咗，小區入邊嘅綠化大打折扣。效果圖同實景完全兩碼事，又係妥妥嘅虛假宣傳。然後物業話換就換，從來冇問過業主意見。買樓承諾用宏基物業靜雞雞換成一間新成立嘅小公司，物業費仲要收3蚊3一個平方，而收費標準、服務明細從來唔肯公開，一直冇清晰答覆。精裝質量更加係偷工減料大翻車，驗樓一查一大堆問題，牆身開裂滲水。瓷磚空鼓木地板翹起，用料同交付標準差108000里，賣豪宅價錢，質量連剛需盤都不如啊！最誇張係交付嘅時候將近200幾戶業主嘅屋企大門居然係斜嘅，我的媽呀！發展商賣樓用異地樣板間全程唔做任何提醒，可以將咁明顯嘅設計缺陷硬生生
瞞到交付呢種操作我真係少見。後尾業主咧經過幾輪維權、邪門事件，園林綠化問題最終得以解決。但樓盤呢一段黑歷史啊，令曾經嘅網紅豪宅變成咗好多業主嘅傷心地。第三個，南區碧桂園鳳凰城，號稱養老宜居大盤，都係城區賣得最平樓盤啦。聽落有大品牌撐場，小區環境好，價錢又平，係咪好心喐？但大牌一旦爆雷，坑係業主，比細發展商更加狼狽。呢幾年鳳凰城嘅維權從來未停過。首先講最核突人嘅墳景大坑，早喺2022年呢就已經全網曝光過啦。樓盤四期圍牆貼住山頭，直線距離幾十米就係一大片嘅墳墓。外圍呢啲靠山流動，中高層推開窗，成片墳頭白晒晒，一目了然，日頭望到都背脊發涼。賣樓時銷售隻字不提，刻意隱瞞。業主收樓先發現，日日對住墳山，有苦說不出。比墳山更加要命嘅係發展商資金斷裂，工地停工。後邊買咗4期嘅業主，大面積出現停工延期。即使外立面完工，本應該進入室內裝修階段，由於發展商冇錢買材料啊，地盤直接停擺，工地現場空蕩蕩，地磚門窗全部喺地下，冇人安裝，延期足足8個月先交樓。好不容易捱過資金問題，臨近交付物業又玩喺違規透露，仲未達到交樓標準，未完工就開始收取業主物業費啦。例如廚房天花未安裝，廚房3件套未見影，屋內牆身滲水漏水等等。甚至咧有業主投訴啊，物業後務服務延期交付，有冇賠償都算啦，並且恐嚇佢哋，要求補面積差價，否則就辦唔到房產證。後邊經過官方介入協調，前期呢單違規嘅收費先暫時告一段落。但近期咧又因為小區環境維護問題，物業服務不達標，被業主拒絕交物業費，搞到沸沸揚揚。業主維權無果後，依家決定咧成立業主委員會。碧桂園俾你一個5星級嘅家，呢個難道唔係5星級坑咩？目前發展商存在近1000條企業風險，其中包括多宗合同糾紛、借款合同糾紛、服務合同糾紛、一身嘅債務風險。四期仲有大量房源抵押限制房產。好在喺今年年初最後一批賣嘅樓已經係全部交晒啦，咁其他未起好同啲空地，按照發展商嘅情況，短時間只能係爛喺嗰度啦。第四個，西區方直彩虹公館，由園林藝術家依家徹底淪為破產爛攤子。佢係方直爆雷嘅代表作，更加係西區剛需最大嘅重災區。當年20至21年，成個西區彩虹片區啲樓價15000，部分樓盤甚至破到2萬蚊。隔一條馬路嘅彩虹公館先至賣11000、12000，一套樓平咗幾十萬。主打西區性價比，剛需最後上車機會。早開盤後連續3年熱銷，吸引咗大量外地客，其中亦有唔少係剛需自住家庭。大家偷空家底入場，以為執咗大便宜，點知呢個只係噩夢嘅開始。就喺2021年啊，方直集團已經係全面爆雷，巨額債務，商票大面積逾期，發展商已經係千瘡百孔，樓盤資金被不斷抽調挪用，小區由嗰時就已經係埋低咗停工延期嘅隱患。2022年1期率先翻車，合同原定嘅交樓時間直接往後拖咗大半年，好不容易收樓，所謂嘅精裝品質一塌糊塗，牆面滲水，大面積空估，做工垃圾，問題多到數唔晒。面積交付卻解決唔到根本嘅資金問題，真正嘅大坑係2期。當初白紙黑字承諾2024年精裝交付，結果流動封頂之後，工地直接停擺，再都冇展開裝修施工。後來曝光啊，原本用嚟建設收尾嘅上億資金被掏空，最後剩低幾十萬。冇話裝修材料啦，連人工都發唔出嚟啊！然後發展商諗出無恥方案，取消精裝，淨交無批，想用車位抵扣業主裝修損失，要麼接受無限期乾等，逼住幾百戶業主硬食死貓。為咗俾大家睇最真相嘅情況，出視頻之前，蕭生專程實地探盤，啱交付幾年嘅小區，現狀同賣樓時嘅場景反差太大啦，簡直係兩個世界。如今售樓部人去樓空，徹底荒廢。規劃好嘅幼兒園冇任何啟用動作，小區大門冇門禁，外人隨便出入，毫無安保可言。當初精心打造嘅園林同樣失去管理，
入戶水景度假式園林全部停晒，人行道兩邊雜草叢生，草坪高低不平，可以睇得出平時完全係冇人打理。好地地嘅中庭綠化，夾硬變成咗野草地。一眼望過去啊，亂七八糟，成個小區冷清清，好似一座冇人接管嘅空城。好在所有勞動全部員工交付，冇爛尾，可以睇到唔少陽台做咗風窗曬住衫。一期入住率呢有80%，二期都有部分業主呢係已經入住咗啦。從開盤高峰12000嘅價錢到交樓入住，短短5-6年時間，一切都變晒。價錢腰斬，破敗冷清。當初大家以為執到寶，結果係跳入咗一個精心設計嘅陷阱。即使後來業主多年維權投訴，但問題絲毫冇任何好轉。延期嘅補償一拖再拖，辦證問題越來越難，捱到2026年啦，仍然仲有134戶業主係辦唔到房產證，20幾個車位無法確權。直到前一段時間又被爆出發展商風險信息999條，風險等級拉滿，債務爆煲，資產遠遠不足覆蓋債務，而且償還能力堪憂，徹底冇得救啦，直接被法院裁定破產清算。行到呢一步，復工補精裝，賠付逾期違約金，基本冇咩希望。業主一邊還住貸款，一邊住緊荒廢小區。雖然層樓到手，但房產證遙遙無期，想賣又賣唔出，人財兩空。以上呢4個樓盤只係中山樓市坑盤入邊嘅冰山一角。有關注蕭生嘅街坊朋友都知道，好似呢啲暴利崩盤、虛假宣傳、欺騙消費者嘅行為，從來都唔係個例。呢幾年有幾多網紅樓盤、郊區大盤靠噱頭包裝、政策利好抬高樓價，卻在狂歡後露出真面目。發展商一心只想回籠資金，將購房者嘅期待拋之腦後，只留低貶值嘅資產同維權無門嘅業主。普通人買一層樓係成世嘅積蓄，係自己每個月勒緊褲頭腰帶還嘅貸款，唔係攞嚟賭，攞嚟做水魚㗎。2026年買樓千祈唔好再俾低價或者規劃呢啲大話沖昏頭腦，平價背後全部係你睇唔到嘅坑，還唔完嘅債。想喺中山買樓唔踩坑唔買貴，蕭生呢度用咗2個月時間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買樓避坑指南，入邊包含咗中山200幾個樓盤嘅優缺點分析，紅色字體標注嘅都係有重大不利因素響晒 ICO 入邊啦，咪怪我冇提醒你哋吓。另外仲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每個鎮區嘅板塊4分優劣勢分析，入邊包含咗板塊4分能級排布，中山樓市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。唔想因為信息差買錯樓，下邊留言避坑2個字，我將我整理好咗嘅中山買樓避坑指南send 俾你。仲有咩問題歡迎留言或者私信我，我見到都會覆你。記得點讚訂閱分享俾身邊更多嘅朋友。我係蕭生，我哋下一條片見。